继续来关心台南市东区的复兴国小，因的人民册卖种业最近哪像去海客入侵，顶悬拢变做是色情的影片。学校是赶紧报警察处理，嘛甲人民册联络开新的卖种业。针对这点，台南市府强调讲，会甲中央合作甲讨论，加强治安的管理甲监管机制。 学校的脸书专业竟然变成色情影片的平台，对这个月8号，只有逐天拢有放几支影片，互校方赶紧报警来处理。是在3月8号就已经发现了。那当下发现的时候，我们就报警，也顺便一起跟脸书的来做检举。那在这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也持续来跟脸书来做检举。 可是呢，脸书也有跟我们相关的人回复，好像是无关于所谓的色情，因为他没有达到漏点，只是说不雅。该案本分局已于3月8日因妨碍电脑使用罪受理，并进行侦办。学校嘛赶紧伫学校的网站顶面来公布，同时嘛联络脸书的官方，并且建立新的专业。但是因为当初时建立这个专业的时间是真久，代志发生了后，校方的管理人员看下嘛拢去用移除，无法度马上来修改。而为虾米骇客会针对学校的专业来攻击，校方嘛拢唔知影。不过家长因是有一寡烦恼。 不雅影片，其实第一个就是杜绝小朋友去看嘛，第二个是学校这部分可能要请学校尽早处理，但是也不能怪学校，要怪那些盗用者，该拍给他多少岁对不对？如果哪一天入侵的是国防部的这个重要的内部资讯链接，那更是值得我们要注意。不管是政府的官网，或是学校的脸书，都应该要好好的来做好治安工作。 台南市府表示，将会甲中央合作讨论，加强治安管理，嘛要建立更较紧的监管机制，警方嘛呼吁民众唔通后白点，或者是登录不明的链接，只会当避免遭受到骇客攻击，或者是盗用。记者郑云淡报道。